樱花大战的战斗其实也是战骑士的游戏，哦，我知道。然后，但是它是首创融入了恋爱元素，对，还有养成元素，对，还有一些甚至是有一些算是蝴蝶效应，它有一点点很简单的蝴蝶效应，就是前面的一些选择会影响到后面你跟这个羁绊它的一些关系，跟一些比如说有没有跑出 CP 或者是对，你最近讲到 CP 的眼睛都会蛮亮的，因为好像最近有人恋爱有点稍微小失败。真公是淑英小姐。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想说啊，我以前拉过舞，那我在大学拿出来就是秀一下，还是怎么样，让大家知道我是会音乐的人。结果2、5才拉个2下，你2下而已，我同学每个人都说好难，然后杀猪哦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我心里就超级受伤的，然后那时候又很害怕得罪朋友，所以也没有讲出来这感觉，所以我就从此封闭2五，所以一直到我出社会了，然后进实况圈干嘛的，我也不会特别跟人家提这件事。这信赖度会有差别。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信赖度了耶。会吗？不会哦。没有，他是跟你讲说，你如果选对的话，可是表情有出现啊。不一定啊，他是你选完之后才会出现这个表情。一直选很烂，他就是觉得很抖 M， 然后可是没有，从来没有角色过。你知道我一直觉得会有这样的一天，我觉得，但我玩到现在还没遇到。我跟你讲，我目前玩到有角色，我跟你讲是真的，樱花大战有一些角色，你是要对他很冷淡，他才会慢慢的去想要了解你，是真的。但是他这是真的有，所以樱花大战是真的很棒。但是你一定是选了之后，他的来了，你变漂亮了呢。你不是要先选右边，不行啊，我要等一下。见到那很久不见的小女孩，一定是这样讲。哦，上升了。初恋来了。Oh my god！ 我的初恋年纪也变大了。可以的，同样性格。不老玩家看到他也很嗨。我现在很嗨，我现在在压抑我心中的嗨。我现在很嗨。就看来他现在就是玻尿酸跟肉毒打。可是没有啊，好几年。没有，第一代可是他这个剧情推进也只是推进了10年左右。打一点玻尿酸是可以理解的。他第一代的时候才16岁，他第一代的时候才16岁，现在才20几岁，他现在才跟我现在我可以跟他结婚了，我可以跟他结婚了。女主角好像大部分都比较好攻略。一般来说，你有玩过其他恋爱游戏吗？玩过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很失败，我就是每个都不跟我在一起啊。因为你就是每个都追啊。对啊。那你还敢讲哦？你在现实生活里面，你每个都追，也不会有人跟你在一起啊。真的，我就想说，你好像很不会恋爱哦，你那不是渣男而已啊。好少，我真的每次都失败哎，想说每一个都要，就想说他要借外套，好借他，他要吃东西买给他，好啊，总很难拒绝吧？没有，我觉得这种小东西应该还好吧，应该是很多关键剧情，就是你对每个人都太好了，太过了。他关键剧情一就是约会啊。那你去游乐园，所以说你就是每个都去啊。就是那就是每个人都去啊。没关系，可以啊。你也是这样说。我来这边当队长，他说好像这么烂的团你还要接。也是好，好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不，出队的还最可爱，的确很可爱。好了，你比较可爱啊，他好可恶哦。你呀，你比较可爱哦。你真的好渣哦。你真的很渣哎。我只是实话实说嘛。好了。